等我回来。不知道你急什么？干嘛不等身子好利索了？魏冉、白起他们在阵前厮杀，我却在这儿白吃白喝的。可你身上有伤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好了。你这伤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愿意。眼下我就是想把你割让给韩国、楚国的城池土地都拿回来，省得那些老家伙们在朝堂上鼓噪个没完。别的倒也罢了，那连接巴蜀的上庸之地，是秦楚必争之地，凝聚着几代秦国君王的心血，由我手里交出去，的确心痛。你放心，他们拿你的东西，翟离让他们加倍奉还。刀剑无情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这次只是去巴蜀给你们司马错将军做援军，风险不大。再说了，在当今世上，能在战场上杀死我翟离的人，还没出世呢。等我回来。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幸亏义渠君走了，不然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麻烦。母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继儿闭门思过多日，母后也该消气了吧？继儿刚刚得到通报，说楚国使者来了。这么说，荣舅舅来了，他正在驿馆。母后什么时候召见他？傻孩子，什么召见？我们即刻就去见他。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人在哪儿？禀太后，在里面。蓉儿，蓉儿，姐姐，蓉儿，姐姐，我一直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封爵，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水中捞月，最后还是多亏了姐姐。知道你在楚国受苦，能熬到今日，很不容易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多次在梦中惊醒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亏得少司命垂怜，鬼姑和娘亲若是知道我们能团圆了，说不定有多高兴呢。继儿从前有个冉舅舅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荣舅舅，义渠那边还有个白起舅舅，秦国如虎添翼。母后和我的确是荣幸至极。等继儿回到宫中，一定命人在少司命面前多焚一炉香，谢少司命庇佑。雍城那边这几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，眼下秋粮丰收，王军征兵买马，草粮充沛，义渠军相助，司马错在巴蜀平乱顺利。诸公子当中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已率先向朝廷表示归降，其他公子也有人悄悄向朝廷表示了归顺之心。因朝廷下旨，凡宗室旧族支持公子们造反者，一律取消爵禄和暗例供给。旧族们开始与叛军疏远，诸公子闹事的气焰日渐式微。楚离子，你看呢？是时候了。好，
你是大宗伯，掌管宗室之事，平日里又与众公子们多有来往，就由你即刻写信给诸公子，就说大王与他们本属骨肉至亲，他们割据造反也是为了自保，所以既往不咎。大秦儿郎不能自相残杀，徒为亲痛仇快，请他们回咸阳共佐大王。若不肯归降，就以叛逆之罪行征伐之师，到时候就后悔晚矣。是。这是刚在边关截获的会后敏书发给大王的信函。不好好的待在咸阳养病，却跑到雍城来谋反。眼下秦楚联姻在即，这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此刻，我可不想听到任何会影响我家紫兰和秦国联姻的坏消息。是。莲儿。蒙将军，当真要冒险去雍城？蒙敖，承太后不杀之恩，悔不该当日做出那些糊涂之事。眼下雍城的旧部仍然在走我以前的错路。蒙敖，不忍看兄弟们自相残杀去送死。若能劝他们归降太后，于公于私都是好事啊。好。待你事成之后，我与你豪宴痛饮。魏将军，信得过我这个曾经的罪人？太后都赦免了你，又重新委你以军职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？末将告辞。后会有期。你八子在宣誓殿已经坐稳，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可那公子华却以各种口实百般推诿，至今按兵不动。咸阳正在调集兵马，要征伐诸公子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收拢人心。我想以会后之名通告天下，请诸公子到雍城聚集，由公子华为主帅，共讨咸阳贼兵。好，就照甘相说的这么去做。恐怕诸公子们见不到好处，不肯来呀。甘相以为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好处？粮草、钱财，还是封地？这些好处得统统拿下咸阳城才有。眼下就是两手攥空缺。问题的关键还在营华。这个营华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我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权衡轻重。看来这次我是不得不给他了。大战在即，会后必须速做决断。